讲到咱台湾伫咧国际上，搁再受到打压，就风声讲，这南非外交部要求台湾的驻外馆主伫咧10月底进前呢，就爱迁出因的首都，也搁再强调讲，这拢无讨论的空间。咱的外交部长林佳龙就下令反制，要求南非驻台办事处共款迁离开咱的首都，也就是台北市。学者分析讲，这南非和中国呢是有真密切的合作，即个要求台湾安尼施做，等于是回应中国的政治诉求。 将中国同所有非洲建交国的双边关系提升到战略关系层面。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9月伫中非论坛宣示全面提悬中非关系，也甲南非发表联合声明，讲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一部分，各港部加大对台施压。传出南非外交部威胁过咱的主管，要求10月底进行迁出首都普利托利亚。报告约翰尼斯堡，甚至咱主管7次举行国庆酒会时阵发电邮通知迁馆，强调无协商的空间。目前外交部仍持续进行最大努力，但如果南非政府最终仍然执意屈从中国、改变现状、伤害台菲两国情谊，外交部也将基于对等原则，研拟所有可能的对应方案。传出外交部建议，对定要求南非驻台办事处迁出台北市，严审南非签证申请，暂停提供教育交流资源，减少南非籍英语教师数量。 南非1998年宣布正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，咱甲南非断交，佮停止对南非经济建设援助。不过中国长期由非洲国家，目的也是咧甲欧美相抗衡。学者分析，南非要求迁馆事件甲中国伫背后策动有关系。中方伫政治外交层面对台施压，日头上强是夺取邦交国，过来就是压缩台湾的国际空间。这是南非要求我们撤馆1000%的，是中国大陆在幕后怂恿的。这南非为什么那么的斩钉截铁，态度那么的强硬？当然也跟这个中国给他承诺一些协助啊，一些这个援助也不无关系。北京还是非常善用了他手中对台湾施压的工具箱，包括像军事或者像政治外交，以及像是经贸这个领域里面，它可以对台适用的工具。 南非过去奈及利亚也捌因为中国因素打压咱驻内国代表处，要求改名迁出首都阿布加，减少派驻人员，佮派武警封锁代表处，强制咱的驻内代表限期离境。学者表示，被要求迁馆改名，虽然政治效应无强，已经是中国惯用手法，政府爱谨慎应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